请咱备办心来做咱今日的敬拜，请奏乐。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什么来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551首。好胆，好胆，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战旗也悬搁奋志。毋准伊命受辱，主带军兵，着对伊直到对敌降服，定着连连为得胜，万国拢归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许多圣经来坚固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临来受苦，顶12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4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1071页。显着时，我来刻，恁来印。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40柄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一声。现在，现在，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槛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别忘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一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16匹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对弹顶硬热热的炭，将炭捂伫我的嘴唇讲。这个有捂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一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请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的听，伫你保守看顾的内面，互阮拢为你全然得平安。今仔日是你生的主日，互阮有这个福分来领受主你的祝福。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为你教主拿亲近，嘛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为你坚心来倚靠你。阮深信，无论世上有偌大的艰难甲困苦，主你拢是阮的帮助甲倚靠。求主祝福阮为你对主的真理有真诚甲真实。互阮为你来约束阮家己，搁用真诚的态度来服侍你，互阮为你分别是非好歹，做一个诚心无虚假的人，嘛互阮为你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甲主你的教诲。求主帮助阮为你看见同心合意的重要。愿主甲阮三同行，帮助阮伫每一时每一刻拢会得有好的见证甲合主的旨意会行达。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本会2024年宣告主日第2场礼拜，要邀请印尼缅南đoàn宣队来分享，敬请兄姐为宣教的事工来带导，并踊跃奉献。第2，本主日本会逐场礼拜要来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祝福每一位受请日精月盛，福杯满溢。本会特别有用全年的礼券要来表达祝贺。第3，本主日下晡3点30分，伫个3楼会议室要召开8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来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下晡5点30分要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出席参加。第4，
中执会有公告，本会对本主日起提供有5个汽车的停车位，要优先予身心障碍者、妇幼年长者身份停放，请依照交管同工指挥停放。每主日以先到先停为优先，停满为止。已经有申请停车位的兄弟，咱会当到办公室来领取。第5，下主日9月7日，本会特别有举办这场祝福的主日，特别邀请钟彩玲牧师前来分享信息。当天第2、第3、第4场礼拜有联合聚会，副堂有传播儿母礼拜要改伫地下室小会堂遐，欢迎兄弟，特别是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来领受祝福。当天下晡3点半，要伫副堂举办领袖装备会，敬请区长、小组长出席参加。备有餐点，敬请伫本主日前向咱的区长来报名。第6，本会2023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若有依规定申请有符合的标准者，请伫下主日9月7日前提出申请。9月12拜四暗时8点要召开奖励金的小组审核。本会伫9月15日要来颁发奖励金。第7，本会定伫9月20星期5暗时6点半到9点半，搁有9月21拜六早起8点30分到暗时9点30分，要伫个敬拜中心举办全人更新营。对象是咱本会熟悉会员蒙道学校顶伫个咱会当用 QR code 是来咱的办公室来直接来报名。具体消息合作社请咱有意愿的人，咱家己来过目留意吼。第2，学青牧区伫个9月7日拜六暗时6点到8点有邀请 IG 人气作家星期日可以下雨薛啦讲语作家来敬拜中心见证分享会欢迎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当天6点前来完成报名，阁有机会来得到若提早报名的人会有机会来得到一本书籍。会后嘛有签书会。第3，成人牧区定伫9月15日下晡15点举办让爱启航半日游活动。活动内容有敬拜带动唱、闯关活动，有搭乘游艇，嘛有导览高雄港，阁有精美的小礼物要赠送予参与者。费用每一人200块。详细内容请看活动的宣传单。咱爱家己自备水甲暗顿，欢迎兄弟踊跃向咱的洪牧师来报名参加。第4，有功幼儿园园所有汰换的桌子甲椅子，有需要的会友会当到幼儿园办公室来找咱的李立功园长来登记。告介消息，咱要请咱的陈牧师。好，咱第94届高雄中会第3次的议会，9月13就是过来拜二上午9点半伫德和教会来召开。咱教会教牧团甲代志长老会代表教会参加敬请代祷。第2，高雄中会教社部伫9月14上午10点到12点10分有举办新政府新时代的台湾甲世界。这个讲座讲师是真有名日本的记者，叫做矢板明夫。伊也捌做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吼。是真出名的一个记者甲评论家。地点伫德和教会，费用毋免。欢迎兄弟向办公室报名，是自行前往参加。第3，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伫9月2日上午9点到12点有举办妇女事工部年会甲年度的选举，地点伫海埔教会，费用100块，妇女生活队专业补助。欢迎姊妹伫9月7日前第美仪队长来报名。第
第4，高雄中华传道部伫9月28上午8点半到12点半举办中级信徒训练会，地点伫咱友商教会，费用100块，这是中昼顿包含。敬请中级小组长同工兄姐伫9月22前来咱的办公室来报名。以上感谢主，咱今日是进入9月拄啊9月初咱要来祝贺咱的9月的寿星咱若是9月出世的兄姐，请咱为咱的座位站起来9月毋免客气感谢主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甲伊祝贺。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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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牧师来为咱的寿星来祝福。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今日伫9月初，伫一个月开始，阮伫你的圣殿敬拜，特别阮也用欢喜的心甲阮的寿星三甲欢喜，感谢上帝，互因会当伫9月来出世，互因拢会当伫即个世间的日子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进入上帝所赐福即个属灵的大家庭，三甲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求上帝赐福因伫一生的年日，拢会当敬畏你，会当成做亲像以撒同款，成做耶和华的赐福者。那像俄别以东同款，也成做耶和华的赐福者。因为上帝甲因三甲比地，互因所做的就是事事会当得到亨通，互因的家庭会当得到美满，互因的子子孙孙拢会当热心敬拜上帝。主啊，互因的信仰一代续接一代。主啊，互因伫世间的日子，互因会当坐伫顶面，无坐伫下面，互因会当做头无做尾。主感谢你，愿你手术毋那是天顶的福，地面上的福，福杯满溢，充满伫因的身躯顶，充满因所到的所在，互因诚做稳定的管道，诚做祝福的出口。感谢基督，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经节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0到第50节，搁伫同一章的12到14节。显着时，我来读，恁来看。第3节，我见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个教导三角有分伫兴起福音。兄弟我爱恁知，我所拄着的代志，拄是互福音较进步。13节，直到我的挂体链伫基督内显明伫全营甲其余的众人，搁直到踮伫主的兄弟大半对我的挂体链来深信，一发好胆无惊，来讲上帝的道理。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并听叹遵行伊话语的人。而咱要请上联圣歌队。
续的啦，咱有影片的分享，咱要请印尼短宣队的洪牧师。兄弟，咱今年吼是咱今年度的宣教主日啊，特别咱今年7月啊，有印尼的短宣队啊，特别去到印尼做宣教工作。咱的教会也有咧支持去土耳其的宣教师啊，这是长期的宣教。啊，感谢主，透过咱教会所设立的这宣教基金，有会当做咱教会有真济，无论是校园的宣教、社区的宣教，去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国家做地宣，甚至咱也支持这个宣教工作。感谢上帝，咱一当差不多将近要70万左右，咱才会当来完成咱所有这受交代的工作。所以也毋忘透过这个主日分享，互咱更较有这个宣教的心，咱更较有宣教的眼光啊！伫这个落尾时代，做上帝安尼做的代志啊！所以咱今日就是请王牧师因的团队啊，特别来甲咱做分享，咱就用时间来交王牧师。这时阵短宣队有准备一个影片，咱先看哈。来。先看你介绍。OK， 陈仁牧师吗？来，先等者，来，我们先成人牧区咯。来一讲个成人牧区，咱头后就无讲，伊9月15会知影有要下晡有要举办一个活动，坐船游高雄港闯关吼，这个活动中间要去的所在就坐捷运坐到台北底转轻轨爱河之心，坐到迄个寿山公园坐到寿山公园落车阮有即个指定的同工会甲咱导引咱要去的所在，搁另外就是坐捷运坐到美丽岛转橘线。到蛤蟆星落车，请咱伫遐看，毋望咱兄弟你带你的朋友来参加，这是一个真好报道的机会。咱先来看这影片。美珠姐，你累了吗？平安，平安，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吗？不是啊，那请问你是？我是学良的老婆。学良的老婆，学良的老婆，学良是谁呀？学良跟我们一样都是执事啊。他是执事哦，那你累了吗？我累了，我要充电。是时候放松一下了，来高雄港吧，这里有最棒的充电站，享受海风拂面，感受阳光温暖。在这里，你可以放下压力，重新找回力量。这里有最好的朋友和最美的风景。这里不只是港口，还是最棒的充电站。这样的美景，你怎么能错过呢？喘口气，
同心得力。9月15下午，高雄港充电之旅。哦，真趣味哦！我出外景拍摄吼，这毋茫咱拢招咱的朋友来，咱的朋友来参加吼。接下来是咱第选队的分享，咱先跳诗歌来准备一个诗歌来跳跳了后咱较来看影片啦吼。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的宝石。咱做伙来拍鼓好吗？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的宝石。发现这宝石的那个人，欢喜快乐跳舞回家去。卖掉家，卖掉地，理想都卖了，一定要绝对要买这块田地。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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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葬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的宝石。你莫看跳几分钟，真喘。阮的团员就是伫要出发之前不断练，毋是讲练这首，搁几落首吼，这是其中一首吼主题歌。会喘，我累了，我累了。这时阵吼，咱请咱两个姊妹来分享。伊即届第一届对咱教会第选队出团去到印尼缅南。我即届去2个所在，一个缅南，一个闽里，这2个城市来服侍。其中闽里佫去山顶原住民所在，伊做报道。去山顶原住民部落，伊家己造发电机，发电机去山顶。
来发电，啊，做到一半，咱等者影片看，做到一半的时阵，发电机停起来，无电啊，规拢暗落吼。总是我嘛无停啦，继续伫遐做。啊，咱即时来拍鼓啊，来欢迎咱姊妹为咱的分享，来拍鼓啊！陈牧师、欧牧师，还有那个各有迄个在座的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是即件参加印尼棉兰短宣的团员，我叫桂芬。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伊竞选我，互我借着伫咧上幸福大学的课程内底，欧牧师互我即个机会，带着团队去到棉兰短宣。伫短宣进前，就像头几啊，欧牧师伊讲的，阮伫进前几个月，阮拢爱。学一寡时间，就像迄所做，还是迄种赞美操，啊，搁像头几啊，阮跳的这囡仔舞，真正是啊，所以到阮真正踏入印尼的国土迄个时阵，互我感受实在真正有够多。因为阮这10天所行到的印尼的这个所在，真正是甲咱台湾实在是差有够多会做啊！所以我只敢会用个讲，咱住伫台湾的人，实在是真正真幸福，真幸福。啊，阮第2天头一站，阮有2天拢伫。迄个棉兰一个教会内底附设小学、幼稚园遐人，伫遐2天的活动，啊，就是阮的帅哥，迄个盛阳，伊就带阮大家武术，啊，搁有阮迄个小帅哥，即个辛可，搁带阮跳舞，啊，迄个粘土，啊，搁有。纸粘土，甲个灯笼，安尼含遐小朋友大家做伙耍。头一天，迄小朋友根本拢对阮真生疏哦，啊，而且嘛拢毋敢含阮相接近，甚至于我要去甲伊摸吼，伊嘛会惊呢。啊，毋过到第2天，感谢主的带领，互阮让我们真的可以打成一片，而且他们。不怕我们，也跟我们没有距离，所以这真正是爱感谢主。但是到下昼，阮的活动接近尾声的时阵，迄阵阮大家都有那徛伫遮，像诶徛伫遮练，啊小朋友因拢伫遐练，啊即摆因的老师就用印尼话甲因讲。啊，甲因讲，应该可能就是讲，阮要离开啊，所以我开始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因为迄阵我咧徛安尼，啊，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伫遐，啊，一直哭。但是我第先是讲伊是咧找妈妈，结果毋是，我一直哭，哭到尾啊，伫遐人走来头前甲我摸骹，甲我揽骹，啊，一直哭，我就甲伊抱起来，因为言语不通啦。所以我只敢会当甲讲乖，笑，可是他一样还是一直哭，伊嘛是一直哭，我真正吼毋知影我到底我是要安怎样，
到尾啊，竟然规个团体的小朋友都一直哭，规个拢总走起来安尼，啊，就拢甲迄个因的小老师，拢虽然拢甲因揽的，啊一直哭安尼，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面我真的是心里很难受，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毕竟要离开。到尾啊，阮的会结束以后，甲听因的老师讲，这些小朋友大部分拢是失去父母亲，都是没有父母亲的爱，因为他们父母亲需要去远的所在去趁钱，啊，所以拢是交予阿公阿嬷隔代教养安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感触良深啊。佮另外，阮佮有一个行程，就是他去牧师讲的，阮去一个小部落，去一个足偏乡的部落，伫台湾吼，应该找无即种遮尔啊偏乡的所在啊哦，真诶哦，我无甲恁骗哦啊，即条路吼，实在是无讲介大条哦，真细条哦，啊佮吼坎坷坷的石头啊路哦，啊安尼。哦，安尼窟窿安尼真多啦！啊，阮坐伫车顶吼，实在说也不是很好受啊。啊，到半中午吼，伊车开袂起哩啊，所以阮全部人拢总落来，啊，拢爬起哩迄个陡峭，迄个较平坦遐哩呐，啊，车较开起哩，阮较济，较去，结果你敢知影吼？去到遐里哦，佮看到因遐居民吼，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你知道吗？比我童年的时候还差，那个环境，迄环境我真正是袂晓形容的。因的教会吼，更毋是像咱这啊，因的教会吼是在起一个厝顶安尼尔，敢若起一个厝顶安尼尔，啊佮吼四支条啊安尼，四支条啊一个厝顶安尼。啊，结果啊2支电风尔，啊涂骹厝迄种迄落遐布，啊，就坐伫遐听迄落啊，听讲道啊。结果哦，实在好，啊，结果就安尼，所以我会感觉讲，真正是感谢主啊！咱出世伫台湾，阁有遮尔啊好的教会，啊，阁有灵气会当互咱吹。感谢主，这是我今仔日的见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咱另外请啊赵地长老来分享，啊，咱拍破一碗欢迎。牧师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哦，真正是欢喜。我即届已经68岁啊，我阁有机会吼，阁参加即个吼印尼短宣，就是讲我2018年，我都有去到印尼短宣啊。哦，当我伫即个台湾，阮王牧师非常的严格，吼，甲阮讲，阮去到印尼，阮是要去短宣，吼，要去要去有大使命的。所以，毋是要去游览，毋是要去佚佗，毋是要去遐食。所以，阮去遐，阮就是为着即个福音，为着即个福音要去到印尼。所以，阮就安尼3个月，阮就开始伫遮安尼练习，所有备办的要去到印尼的所在，要当一天要去的时阵，去到印尼，阮也非常的欢喜。拄着即个咩啊？迄个印尼的即牧师啊，还是讲牧师娘，因的同工真正也是相共，对阮这10天来，拢非常的辛苦。为了辛苦，毋过阮的心是非常的喜乐。为虾米？因为阮为着大使命，都是宣告，都是甲万国万主万国的人拢来敬拜上帝。这就是阮去短宣上大的这个目的。搁第2点，
我去到这闽南的时阵，我拄到这个学生，我因为我2018年就去到印尼，所以迄当时的囡仔佫细汉，佫细汉，所以看到我的时阵，第一句就甲我叫老师。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唔通小看这个短线的这个书面是偌大的好。你家看细汉囡仔6当前啊，细汉囡仔看到我，佫会甲我叫老师。所以咱的上帝疼，上帝真旨就已经到这个细汉囡仔的所在。佫去到遐，我非常的感动。也有讲台语，也有客家话，我拢会通。迄个兄弟姊妹拢会通。因嘛是真好，伫厝内面就是一家人。虽然语言未通，毋过阮是一家人。阮去到遐的时阵甲因做伙安尼学习，互伊做劳作教因跳赞美操，伊拢非常的欢喜。这就是阮去到短线的这个使命。感谢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有这个资源，佫感谢这个兄弟姊妹的奉献，互阮这届去短线会当非常的顺利会当甲阮教会所交托的这个使命会当完成转来这道这教会会当荣耀着主，嘛互咱教会油厂教会去到遐。大家人拢讲赞的呢，去到闽南的牧师拢真学咯。毋过阮的兄弟姊妹，大家拢非常的同心，同心顺服，甲完成全部教会阮举办的这个这个节目。去到遐囡仔、大人、囡仔全部拢非常的欢喜，因为咱伫主内底都是一家人。阿门。咱听两位姊妹分享真精彩，不过你若无看到影片甲相片，你敢若因咧讲的很难想象咱即碟咱来看即个影片，即个影片到昨暝今仔早啊2点外才完成咱的科房甲咱完成即个影片的制作，咱来看即个影片。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藏的宝石。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的宝石。有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欢笑的国度，嘿嘿，有喜乐的国度，嘿嘿，主与我同在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向前走。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藏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天国好像是
时。发现这宝石的那个人，欢喜快乐跳舞回家去。买到家买到地理上都买了，一定要绝对要买这块天地。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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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藏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天国好像是天地被埋藏的宝石，埋在土地里，没有人知道的宝石的宝石。Ku mau cinta Yesus selamanya. Ku mau cinta Yesus selamanya. Meskipun badai silih berganti dalam hidupku, ku tetap cinta Yesus selamanya. Ya Aba, Bapa, ini aku anakmu, layakkanlah seluruh hidupku. Ya Aba, Bapa, ini aku anakmu, pakailah sesuai dengan rencanamu. Ku mau cinta Yesus selamanya. Ku mau cinta Yesus selamanya. Meskipun badai silih berganti dalam hidupku, ku tetap cinta Yesus selamanya. Ya Aba,
詹牧师，我们这次右昌教会短宣队来到印尼，跟我们教会一起合作，来这里部落来宣教，不知道你的感触是什么？ Kami senang sekali kedatangan teman-teman dari Taiwan. Buat kami itu suatu hal yang bisa membangkitkan kembali semangat kami, khususnya dalam bermisi. Kalian jauh-jauh datang ke sini luar biasa, mau datang ke tempat ini, bahkan mau diajak ke pedalaman itu buat kami itu luar biasa. Dan kami berharap teman-teman dari Taiwan juga punya pengalaman yang indah dan saya yakin ini tidak terlupakan. Thank you. 等于兄姊妹以咱头我的见证，以及咱影片，以及短宣队所跳的这个诗歌中间，做两项代志。第一就是传福音给万百姓知。所以万百姓毋是指犹太人，是指所有人类。所以即届短宣队出去是要克服语言的无共款。 因为印尼话对阮来讲是一个完全听无的语言，所以你看阮影片中间演迄个布偶剧，阮事先请印尼的学生、与台湾的学生录剧本是录印尼话，阮是听印尼的话去演迄剧本，所以阮一定听无，阮拢背几个单字，比如讲国王，阮就背一个布拉甲。 其实毋是字是用迄音要共要共吼。阮去互语言真侪无听无的语言，佮要演迄剧。他们讲头仔一个队员，咱的赵队长讲，步数真严格啦，3个月前就开始练啦吼。因为这是我第一届，所以当然嘛有压力吼。感谢主，咱的兄弟会关心支持，2礼拜中间已经。 无15万的自筹款，伫咱的经费顶管，这是不简单。第二，咱是实践主耶稣教示咱，着彼此相听，听遐个咱毋捌认捌的这跨文化的印尼的百姓，这学生这囡仔，拢是头仔分享着，拢是爸母无伫身躯边，甚至一个家庭4个囡仔。 4个爸爸，所以伊迄中间，咱看着讲，真侪囡仔伫迄做中间，因无得到正常家庭的疼，所以短宣队出去要传扬福音，互因感受到天父疼，看到上帝福音，所以毋望咱兄弟伫咱所有今日特别是宣教主日，为着咱的短宣也好，长宣也好，来祈祷。 来奉献。所要分享的信息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咱甲印尼的短宣队拍波感谢主。时间真系真短啦要讲袂了感谢主，总是透过因的。 分享甲影片，互咱知影讲，因去到迄个所在做宣教的工作，心中实在是充满感动感谢主，咱今日读这个菲律宾保罗写予菲律宾教会批，咧学了一间的教会，对头一天开始，因就是同心合意来咧兴旺福音，同心合意来咧兴旺福音。 咱的主耶稣就是头一个宣教师，伊为天顶的所在受差派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来救赎咱。咱的主耶稣就是头一个宣教师。使徒保罗会使讲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救恩的福音，会当传到外邦，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师。 特别到这个菲律宾，就是伫这个欧洲头一个伊所教的
因为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这个菲律宾这是一个罗马帝国殖民的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因为有马其顿王腓力来重建这个城，所以变做菲律宾这保罗伫特罗亚领受这个异象来到这个所在迄个所在也阁无什么款的会堂犹太人，所以因伫会使讲找有所在通祈祷，因就伫遐祈祷。所以保罗伊就来到一个河边，有一个祈祷的所在，就去得到这个路地亚，卖知识部的路地亚。这就是去传福音结束的轨迹。有时去宣告是亚境，有时是有可能会当受挂。咱毋是敢若看到受挂，嘛看到亚境。像头拄这个赵先生6章前去，迄个还阁会记是老师这个福音的经济的确有进入伫伊的心咱感谢上帝。这个路地亚去互保罗得到当做伊上介好的一个福音的同工，所以咱今日伫这个宣告主日，其实就是望咱搁一遍透过印尼短宣队对咱的激励，互咱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因为将这个福音、救恩的福音，会当传到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心。伊无爱一人沉沦，伊爱人人拢得救。耶稣伊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这个失丧的人。伊讲，咱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拢会当得到救。这就是主耶稣的对咱的吩咐。所以咱今日就是做这个吩咐。咱的主耶稣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伊吩咐咱应该就爱去听。我相信一个有权柄人叫你去做，你拢欢喜做。兄弟姊妹，咱的主差遣咱应该就爱欢喜来回应。那像这个以赛亚拄着上帝是讲池水会当为着阮去咧，这个以赛亚讲，我伫遮，请找我。圣神就是差遣保罗甲巴拿巴，因会当伫安提阿受差遣出去。去外邦传福音，保罗阁会当来到这个菲律宾的所在来做传福音。咱今日这个福音虽然已经差不多大部分的所在拢会当听到福音，毋过嘛还阁有真侪所在无听到福音，还是真侪所在可能是比例非常低的所在，爱需要人去帮助伊传福音。一般就是讲这个所在都已经。可能有1/10的人信耶稣这就是恁的责任吗？今日我看宣教师过去若要派来，像即摆的台湾，有需要无？小可需要，会使讲用讲已经无需要。今日就台湾有10%的基督徒，恁就爱认真去传福音，但是去到日本去到检采去到真侪较偏僻的所在。迄个比例拢是非常低，所以保罗嘛是受差遣去到也无听到福音的所在。感谢主，咱知影讲近代宣教之父就是去到印度宣教的这个卫理克连。当时伊要出去的是，大家讲免伊若遐人若甲会得到救，上帝自然就互因会得到救，这毋免你去啦。其实欧洲当福音传到欧洲分化了，结果因失去传福音的使命。19世纪若无透过这个卫理克连，开始搁发起这个传福音运动，可能咱伫亚洲的人，哪有机会听到福音？虽然福音足早就北去到印度，北去到中国，毋过发展无起。若毋是19世纪的这个宣教运动，今日我相信咱。袂当领受这个救恩的福音，感谢主。今日咱的教会虽然咱得救的人哪济，
但是咱毋嘛伫咱一区传福音，咱应该伫爱伫近的所在、伫远的所在，拢爱传福音。咱若会当传福音，毋若地球人会加添，我相信咱的社会也会转化，咱的国家会无相像。今日咱希望咱的国家会当得到福气，会当成做一个足蒙福的国家。福音化是真要紧的代志。最近台湾也咧推动这个10亿灵魂的运动，就是讲全世界有15亿的华人，好像咱赵地长老家遐，我毋知伊的客语甲因的客语会通无一半句啊啦吼，遐客人足济啊，吼，咱若会晓讲客话人客的，一定会感觉甲因足亲切啊。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台湾会当互上帝使用。咱应该同心合意来行福音。初代教会会当福音会当传开，就是因会当同心合意。你看因无论是伫殿中、伫家中，大家就是同心合意，伫遐八饼欢喜，三角啉食彼此相订，有好的见证，所以会当引带真侪人来归向主。因若个人会当互主得到来传福音，佫会当成做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会开咱安提教会当来切派所以因就会当去佫到较远的所在，因就会当完成佫较大福音的使命。兄弟姊妹，这个林武同先生讲，只有基督徒会当生基督徒只有羊会当生羊。咱今日若会当真正欢喜去传福音，自然得就有这个属灵的囝会生出来。苏宝金牧师讲，咱若有12个人会当真正恳切为着灵魂的得救毋惊艰苦这个欢喜，互主差遣，安尼整个你所徛起的所在，就会当受震动。你徛起的所在受震动，咱今日伫余昌的这个所在，咱认真传福音这个所在，都会当受震动。兄弟姊妹，最后所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得到地极来做主的干净。求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诚做宣教的教会，诚做宣教的教会。感谢主，互咱过去有伫咱岛内宣教，甚至离岛的宣教，咱也有去到无共选的国家来宣教。咱伫2当前，咱70周年的时，咱也差派去到土耳其长期的宣教。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同心合意来行福音，求上帝帮助咱。咱今日伫咱的这个底下。这个周末内底，咱有一个宣教的处理的奉献地这咱教会透过这个宣教基金有祝福伫咱校园的宣教、社区的宣教、咱的短期的宣教，甚至咱长期的宣教，咱真侪经费拢是为这个支付。虽然咱一口10块、100块拢会使无论多少，咱固定欢喜。逐个月来奉献，像牧师，就是我无一定会当献足济，但是我什么款的奉献，就是长期拢咧奉献。无论为着城市的教导府，为着城市的万军的宣教，为着世界展望会领领，我袂当奉，我毋是大企业家，但是我会当长期至少成道来关心迄个事工，迄个事工就会当得到福气。咱的宣教基金，那逐个人拢会当一个月毋免偌济钱，100块，100块一档12块。咱若足侪人来付出，咱就会看见迄个成果。这个物件就会当诚做真要紧，这个福音的事工。这就是咱教会感谢上帝，希望咱会当同心合意来行福音。我相信咱。做主所欢喜的，既然会当为了福音所做的，主的确要束缚。使徒保罗看到腓立比的教会这款的传福音的热心，非常感动，常常欢喜为因祈祷，相信上帝也要束缚因。
保落去到什么所在，因就是成做因的后盾。求上帝赐福咱的教会，也真心会当成做伫即个时代，互主欢喜传福音的教会。三甲的祈祷，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会使去会当为着即个宣教主日，阮多谢你，互教会毋但会当校园的宣教、社区的宣教，阮会当对即个地区宣教，阮会当去到其他的所在宣教。感谢今年吼，一年第选队因会当真圆满来完成即个使命。阮也去伫土耳其咧宣教当中，求你拢同在，求你互遐的姊妹真正阮欢喜奉献担保，阮会当积少成多，阮会当长长久久会当参与伫宣教，无论是祈祷，无论是奉献，无论是参与，我相信拢要得到上帝欢喜祝福。感谢你，感谢你，学了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回应诗535首，福音正声在大坛，请起立来吟全首。即咱为着咱教会会当伫上帝所欢喜的宣教，更加会当得到上帝的扶持甲帮衬，也为着咱的
伫土耳其咧宣教的宣教师圣母宣教师来祈祷，也为着咱的宣教的经费会当充足来祈祷，也为着咱更较侪人欢喜参与伫宣教，咱来祈祷。咱大家也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伫主的面前为着因祈祷，愿主的医治也会当伫因的身躯顶。咱为着咱所关心的事咱永远主排列，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感谢你，阿罗你赐福你的圣会会当正做宣教教会。感谢你，互阮若会当有初摆第一期的宣教，阮会当进民校园宣教，阮会当伫社区宣教，阮会当伫世界搁较远的所在长期的宣教师，互阮会当参与宣教工程，互你的圣会正做宣教的教会。主啊，求你赐福，互阮有做一人欢喜互主感动，阮会当咱像菲律宾的教会，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会当欢喜来支持保罗的宣教，伊会当支持教会的宣教。主啊，互宣教的工作会当不断来向前，不断来扩展。主啊，所感谢你，主啊，你也赐福阮的教会，主啊，阮教会会当伫地选伫长选，主啊，阮特别为着土耳其的圣母宣教师，互伊会当伫遐长久来居留，互伊的宣教的事工会当顺利，互一切这宣教的经费拢会当充足。主啊，所求你施恩，主啊，阮也将阮的肢体这软弱的肢体仰望伫主你的圣手。主啊，愿你医治这个黄义文，互伊的目睭也会当得到恢复。主啊，互阮做这伫病厅中间，伫福建中间，伫安养中间，求你拢施恩，兄弟姊妹的需要。主啊，因摆在你的面前，愿你感捌，愿你垂听，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请这事来受奉献。而且咱会当利用咱的宣教基金的奉献录无论咱是要长期奉献，还是咱一次性的奉献，毋望上帝纪念你所献的。即你若写你的名，你若逐个月固定要奉献，也欢迎吼。咱毋望透过咱有较侪人会当欢喜来参与伫献金，有人献心，有人献工。我相信过去咱的教会也捌有3篇的运动吼，顶落教会来看见福音得到幸福。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感谢你，伫你有丰盛的祝福甲恩典，互阮福杯满溢。愿主你帮助阮，祝福阮，互阮画伫旨意伫主你的福音事工里。求主帮助阮，互阮有信心，嘛阁有阁较好的热心来伫个服侍中。主啊，那阮献上淡薄的金银，要互你做用。做路用，愿主你欢喜感动，那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祝福车肯。阿弥陀佛，救主师父，我愿心中常快乐，爱敬敬念亲爱无助，我一个主卡波，主卡波，主卡波，见过空呀出错路。愿更冠冕为主显明，总愿心之面行行，今日托梦宝贝修行，结果为主最坚强，最主坚强，最主坚强，无论多艰最坚定。所修炼本那个体，我的世界有主帮助，那路那在无我我念莫喊，我念莫喊，不得穷我空世界。祝祷咱请陈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恁就去普天的传福音，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奉白囝圣神的名，甲因洗礼，互因得到救。佮将最后所基督的真理教示因手，最后所应允要甲恁三甲地地到世间的路尾，互油厂教会诚做宣教教会，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但愿最后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散会。